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观众朋友，如果说园林是苏州的视觉名片，那么评弹应该说是苏州的声音名片了。评弹的甜糯优美，其实跟苏州的小桥流水一样，别致精巧。它虽然秀气，但是我发现它非常的有表现力，跟戏曲一样，它同样可以将七侠五义、三国水浒以及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一一铺展。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有着评弹金榜女状元美誉的青年演员张建珍。建珍，我发现这个评弹的唱腔特别有意思，他特别强调最后一个字，也就是说，在每一句的倒数第二个字呢，大都有很长的顿挫，最后再唱出最后一个字，这是评弹的特色吗？对，我们评弹就是一句唱词的话，就是每一句应该是有7个字。我们的前辈传下来的是那个唱腔的那个设计上，就是7个字当中，他不会每个字都去把它做腔。对对，就是必须有一个重头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最后一个字啊，或者也有可能是前面第2个字，那个是不一定，没有一定的格式的，就是看你的那个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字正腔圆。咱们也讲究字正腔圆。对，我们绝对是讲那个字正腔圆，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平仄。平仄。对，我们那个平声上我们是可以行腔的，那个这声。平腔上行腔。对，这个声我们基本上不大允许那个行腔。跟戏曲上有一点两样。戏曲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它这声也可以把那个腔唱下来，但是在我们评弹上。一般不会这么唱。最后一个字也是，最后一个字就是我们也特别干净唱起来，而且就是它不会再去行腔，就是很利落的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字，都是差不多都这样。获得这样的一个评弹金榜女状元，其实我觉得一定付出了建珍很多年的一种积累。大概唱评弹唱了多少年了？10几年。10几年。对。那个评弹金榜那个比赛，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应该说真的是很幸运，因为那次比赛它是有年龄段的。我开始以为我是肯定要揽在那个年龄段外了，因为他是30几岁嘛，最后那个年份上一看，我还有半年，我就是早，就说你还符合参赛的那个年龄段，就是早出生了半年，对，所以还是那个要参赛，那个一次其实08年，对，08年，我。经过初赛，还复赛，还半决赛，最后是那个总决赛嘛。其实那个金榜比赛是我们在评弹界很少，第一届那个是，一般就是我们比赛就是1场就过了，不像这么繁琐的，就是要分4个阶段，所以我在那个复赛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真的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就想得第一。不是，因为参赛演员当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其实也不大，因为年龄我是揽在最后一个。你的意思就是说，您看看，我就打了个擦边球，就差一点就超这个人家比赛的这个年龄了。我作为一个大姐，对，假如名次不好的话，觉得你是有这样的顾虑吗？那肯定有，因为在台上演出，我觉得，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如果我演得好，那个好多人会对，那你应该比他们多几年的那个实践经验，你应该好的。对，如果你演得不好，那我觉得就是你在观众心目当中那个
那个期望值就太低了。他们觉得本来觉得你应该还可以唱弹，但是这么就是比赛下来觉得哎呀这么不尽人意那种，我是有这种压力。后来还有那个种种情况，还有那个原因吧。我向他们提那个。你不会说要退赛吧？退赛，真的？我向组委会某位领导提出我要退赛的。哦，08年的时候你还想退赛呢？对，这是我没听说过的。我复赛以后，我是打电话给那个主办方的，打给一个领导的。人家怎么说？人说是不可能的呀。他不可能的，就是你哪能说？他说你怎么能复赛就退出那怎么办呢？而且你压力太大。我真的是压力大，不是我太要好，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我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在那个整台演出上，我的年龄是最小的一个，我可能什么都不怕。我本来呀，我理解的，我了解的建真，我总觉得是一个不争不抢往后退的那么一人，结果你今天的感觉好像是，其实你骨子里还是想得第一的。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吗？第一倒真的没有，只是我就想我去参赛了，我不要给人的感觉就是跟以前对我的那种蛮好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我理解，就跟现在很多成名的歌手一样，不愿意参加大奖赛是一个道理，觉得我已经有了我的江湖地位了，我再通过一个比赛，觉得他还不如谁，你觉得其实还是个面子。他们往往会比较，这个是肯定的，在舞台上，因为就一场比赛有10个演员，对，那肯定是有比较的。这种场合，你想退出？我想退出。后来呢，他们也不允许。于是就这么推着你往前走，往前走，终于如愿以偿了。
心。你知道那个最后一场，我那个才艺，我唱昆曲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台上不要跌倒了。为什么呀？我从没唱过，他们一定要才艺表演，所以就去学了一段。哎，跟谁学的？跟了我那个苏昆剧团一个传戏所的一个老师学的。唱了以后，最后一场演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啊，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结束。当要宣布最后结果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从复赛的时候想退赛，到被大伙推着走进了决赛，决赛完了以后公布结果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就无所谓了。无所谓，应该差不多就这，因为到那个半决赛的时候，名次其实已经差不多分数都出来了嘛。到最后其实也蛮放松的，就是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通过这次比赛，其实被很多的演出商和很多院团的领导都看中了。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做剧场和市场的一个人叫徐佩林先生他非常看好你，他觉得你在评弹界，在评弹爱好者当中非常的有市场，所以他在今年的年初在上海给你策划了你个人的一个艺术展示的专场，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上海你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并且是纯市场运作，纯卖票，那么多人来捧场，其实这个我也没想过，也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其实那个1月8号那场演出，我是金榜比赛以后，第一场大型的演出吗？不是，不是，他们就提出来要帮我们要搞专场，对，要搞专场，2年了，其实，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够格，我就是。对自己的艺术吧，我觉得专业上，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办专场的那个地步，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后来2年当中，他们就经常的来提醒我，说差不多你这个年龄段，应该可以自己一个小节，然后那么，也就推着上了。其实你知道，真就是你在台上的那样的一种舞台呈现，让很多无论是专家还是观众。对你的感觉，其实你是个特别有台缘的演员。首先穿上旗袍，特古典，特仕女，特漂亮，所以大家就看你的第一眼，就马上就接受了你。这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所谓的台缘嘛。我觉得其实就像我这样那个长相啊，还有我的嗓音条件可能是比较好听一点，音色比较好一点。就是比较适合干评弹这个工作吧。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对，其他的那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优秀，就拿这个专场演出吧。我就是其实也不是那个专场，我觉得是一个汇报。我那天在那个对结束，我也说是向观众一个汇报，这个10年当中我的积累的这些小作品，我就让大家汇报一下。其实那个专场下来以后。其实也有好多的争议。什么争议？就是对我那个专业上的比如，后来真的是很多专业其实当时结束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蛮好的，有的发信息给我，好多观众那个写信给我什么的，但是后来网上出现争议了，就是有2帮人嘛。什么人？你跟我说什么2帮意见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是可能也有那种网友啊什么去看演出的。说什么？他们觉得一帮就是特别欣赏我那个演出风格但是还有一帮对我的专业上那个提出质疑。
其实开始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看见那个网上写你好的时候，那肯定是很开心的。说不好这也很正常。对，绝对正常。这是很正常。其实有朋友提醒我的时候，我去打开网页，我去看了一下。一般平时我不去关注那个东西，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其实我仔细看了那些对我有非议的那个网友的那个写的文章啊，我很认真的去看了。真的是特别认真，有几篇文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其实他们写的，有的争议是我身上是有这样一个缺点。还有的呢，我就仔细去分析他那个写的内容，其实到最后我还是感觉他们是对我的关注，还有对评弹的关注。其实是我的这场演出吧。就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是好事。对啊，像评弹这个古老的艺术，因为好多人都说觉得它走下坡路了，已经好像那个在萎缩了，演员也少了，观众也少。但是这一次演出，就是人应该说还可以满，剧场里应该是对全满。假如说你的专场办完以后，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那可能是一个演员的悲哀。其实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静以后，在上海。其实说好说坏，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后来我也分析的，太正常不过。他们提出非议的，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些观众对我们这个青年演员的那个期望值太高了。他们总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出吧，去跟老一辈的那个艺术家去比。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专业水平去演绎那个老一辈的那种经典的东西。他们在他们的感觉上肯定是，哎呀，就是相差太远了，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也是他们对评弹的那种太挚爱了。对我们年轻演员，就是我觉得，因为时代变了，可能。你知道建真，我在现场也说，这也是我到哪儿都说的一个观点。我就怕观众做这样的比较。学生像不像老师？学生比老师怎么样？学生是不是超过老师？我觉得不是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高级的一个评判，谁跟谁都不会一样，真的是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一样，是的，怎么可能像呢？再一个，大师们不早就讲了，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啊，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理解的去唱，所以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去管它了。再说说你的声腔上，我相信建真一定也是一个经常看戏的人。对，经常看戏。对。那么从京剧也好，昆曲也好，刚才你说到了才艺展示唱的昆曲，从他们的表演当中吸取了一点什么？我最喜欢最想看到他们的就是像昆曲，我喜欢看他们表演，对眼神，特别漂亮，而昆曲跟京剧，我就喜欢听他们的那个发声方法，我们学习他的发声方法。因为我们评弹是用苏州方言演唱嘛，所以那个语言上的那个局限性，所以我们的咬字吐字特别扁。是的，都特别对，特别扁，嗲嗲的那种感觉，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经常性的这样唱的话，有时候用嗓不当，就会把那个嗓子唱坏。有时候就是全用自己的那个本嗓去演出，所以也借鉴一点像昆曲啊、京剧，他们的发声特别好，我觉得是一点都不会去影响你的嗓子。我看我特别注意这一点。你觉得在戏曲界，你喜欢哪几个演员的表演？戏曲界啊，昆曲嘛，应该说那个。像张继谦老师的，张继谦老师。京剧的话，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听那个花脸的那种。花脸。对，男生花脸，我想女生的话，我喜欢听那个张火丁老师的。张火丁程派。对，我特别，他声音厚厚的，特别好听。哎呦，这特别好听。你看，我没想到你还喜欢花脸。对，这是很大的反差。那个说到戏曲呢，它注重唱念做打，所以。一般的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的戏里呢，大都是有多个角色和人物完成的。但是咱们评弹不一样，2个小时下来，可能就是1-2个人，就1-2个人，并且呢要变换不同的角色。对，生旦净末丑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累吗？不累。所以说我们苏州评弹的特点就是
通俗一点就是跳进跳出，跳进跳出，人物就跳进跳出的。就一会儿就是第一人称的，一会儿也可以第三人称的，就是一会儿就是你评弹演员本人在评论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跳入角色当中，你就让观众感觉你就是身临其境，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已经出来了。那就是说，作为演员的基本训练，模仿能力必须要强。对，这个是。你总得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对，这个跳进跳出，跳进跳出，这是我们评弹的最大的特点。是的，是的。一曲风相随，寒风起，东西两分离，台北起。心永忘自己心神相，放居心不羁居神地，居神地。唱得好哈，唱得好，唱下去。是。身在心。世间能行，修天各有山洞法。家生是美，心下里那是走心。当上红狗你美。生活还是落一样，生下一女病也难。生家几代后事新娘，是美是那年得看得动进去。
这个专场里的很多片段，是不是通常都是你在这个书场表演时的一个开篇的一个抒怀？有几曲是的。有几段是。对，像宫苑那个我会唱，寿堂唱曲也会唱，赏中秋也会唱。哎，我发现宫苑恐怕是最受欢迎的一段了。你给那会儿说它经典在什么地方？它是我们女生唱余调，最经典的一个曲目，因为它余调的特点在那个一曲当中，就是好多各种各样的行腔都在里边都有表现，它很全面的体现那个余调，那它风格，而且那宫苑是我们进学校那个每个学生都必学的一个开篇，其实说到评弹呢，分这个上手和下手。我也是最近几年因为做评弹节目跟你们接触，我了解到的上手呢，一般的是弹三弦，下手弹这个琵琶。对，你知道我在看这个上手和下手这样的默契搭档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我，很多的观众都会有一种美好的期待，特别希望台上的这么默契的一对搭档是一对儿，你知道吧？就包括咱们看这个国际舞啊，或者是花样滑冰啊，甚至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看电影上的男女主人公，如果他们是恋人，我都希望他们生活当中是一对儿。甚至还包括很多唱歌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老歌唱家了，王杰是谢丽斯等等，很多这样的，包括什么张振富跟连凤。哎，我那个时候听他们唱歌，我就恍惚当中我就觉得他们就应该是两口子，但是生活当中的鉴真其实非常的幸福和美满。你的丈夫是马志伟先生啊，是的。你们俩搭档有多少年了？也是10几年，就我学校毕业以后，默契到什么程度？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吗？在舞台上啊，在舞台上应该是对，一个眼神都明白了。如果在舞台上我错了，对他看一眼，他也知道你什么地方错了。假如你们对出现了这种小状况怎么办？失误了啊，或者忘词儿了？有，他肯定有，因为那么长的1-2个小时的唱。如果我忘词了，他会补吗？他知道我
肯定忘词，他知道我忘词会补，他会补。如果他忘了，我也知道我也会帮他去补。哎，这样我觉得也必须都得这么默契。哎，评弹的上手和下手大都是一对吗？没有，不多是吗？应该说，不多。年轻的多一点啊，年轻的多一点。对，我们的上一代少一点。哎，但是那天我还看到了3个人的，就是你们3个人表演，对呀，3个档。哎，对，也挺火的。那天是上海的那个老艺术家叫姜兆坤。对，姜兆坤，还有那个年轻一代的高博文。对。哎，我觉得你们3个人也挺火的，做3个人唱也挺火的。对，我们评弹有单档，对，就是1个人；对，双档就是2个人，3个档是3个人的。对。3个人热闹一点，因为角色嘛，正好3个角色。对。建真，我发现这个评弹的女演员很幸福。哎，你们每次上场都穿旗袍吗？都穿。跟我说说你现在有多少套旗袍？我倒真的没数过。还没数过。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演出的前我们会做好多套，每一次活动大型活动也会做。一般女演员吧，我觉得应该最起码都有几十套吧。都有几十套。因为我之所以这么问，我是觉得旗袍是称得上是服饰艺术品，它是献给中国女性的最宝贵的、最妖娆的一种礼服了。我觉得唱评弹，你想想，每次都穿上光鲜的旗袍，见证一定很讲究。那么你要求师傅给你做旗袍，你都注意哪些细节？领子。领子。对，我就跟师傅特别。腰身，对腰围，对，还有下摆，对下摆，对，我就对这方面吧，我会跟那个裁缝师傅特别的讲一下。你说跟说唱的内容有关系吗？你定制的款式和颜色，你会要求吗？比如说我这一段唱什么，我大概穿一个什么风格的、什么颜色的旗袍？有联系吗？有的女演员她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我有这个意识，比如说，像唱那种哀怨一点的，像寿堂啊、安堂认母啊，我觉得自己如果穿那个大红的旗袍上去，我总觉得自己感觉也不好。明白，那反差太大。对，反差太大。而且像以前我们的老一辈那个女演员嘛，她们对旗袍可能不会想的这么多，以前那个颜色啊各方面都不会像现在那样那个颜色多，所以。以前的而是评弹吧，就是观众在下面，他可能不会看你，就是闭着眼睛就听书。听书，对，原来唱戏也是啊，对呀，听戏。就他现在是看了，对你的服装旗袍，女演员的旗袍可能不会太关注，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可能会这方面比较讲究一点，他会考虑看那个旗袍，对，还有那个耳饰，对呀，那个身上带的东西，他会特别注意，而且我觉得，因为像我们评弹不像唱戏曲那样，穿了那个戏服，你就感觉，如果是个杜丽娘一穿那个服装，你就知道她是杜丽娘，杨贵妃就是杨贵妃。像我们评弹是只能穿旗袍，所以我觉得，从颜色啊、花纹上就。可能是区分一点，这样对自己演绎起来也觉得那个角色把握上，有点作用。我不知道是旗袍的神奇啊，还是评弹演员的功力。我发现你们唱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下来，你们的那个姿态永远是挺拔的，这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结果吗？长期。我们进学校，哎，那坐姿会有什么要求吗？我们坐就是像这个凳子的话，我们就只能坐前面的1/3。就坐前面的1/3，对，绝对不能靠的。不能靠。这可能是长期习惯性的训练的结果。我们一样坐上那个书台，我们就绝对是肯定是这么做。不会是全部把那个桌子坐滿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刚才我说的是你们穿的旗袍，还有一个道具那就是琵琶了。琵琶应该是每个评弹女演员的最爱了吧？对，应该每个女演员都喜欢。你们恐怕得把琵琶放到自己的房间里吧？不一定。也不一定吧？
哎，有没有自己一把心爱的琵琶？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样，但是我有。你有？嗯。爱到什么程度？其实琵琶应该是多弹的。多弹。对，但是你舍不得。对，我就这样。啊。除非那种特别大型的活动，我就带出去。你才会拿出来。还小心翼翼。说到这个集故事、说唱于一体的评弹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那么被誉为是江南奇葩，但是由于它这个独特的这叫吴方言，吴侬软语，吴侬软语，所以它的流行的区域呢，无论如何都广泛不起来。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资料说，苏州弹词的演出地域，南不出浙江嘉兴，西不过常州，北不越常熟，东也超不过上海的松江。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较为小巧的区域里，它却寄居了特别大的人气。我知道建真你在上海的演出真的人气非常的火。你觉得评弹是喜欢评弹的老百姓当中生活的一部分了吗？应该在那个江浙沪一带是的，评弹是，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是，我觉得以前是比现在好一点，可能现在因为是电视上的东西多了，可能听评弹的人会少一点，但是在以前的话，绝对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听到的也好，你接触到的也好，就是评弹最长的一部书要说多少天？放在以前，你1个月？不，以前我们的老一辈的话，一部长篇他可能会说半年。半年？如果喜欢的话，那么这半年就天天追着这个人听。对。哎呀天哪！你说的最长的一部书是多长时间？有没有从头到尾一直追随你的人听？我们在那个剧场，我们现在那个演出长篇都是15天。你要演出要演15天？对，那个长篇说完，演完那个长篇就是要15天。那么，假如说喜欢你的人也要听着15天？对呀。听15天书，15天就把那个故事听完，每天下午2小时，那真难以想象。因为现在你说唱戏连台本戏，现在的连台本戏最长的也不过4、5本，现在来讲，你说让一个戏迷，你说看4、5个晚上的演出，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当然有，但是很难。你说你们评弹可以说半个月，半个月就是那个观众肯定是基本上没有事情的话，他会天天到。那对于演员来说，他也过瘾。对，是。那你看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每次你如果唱半个月的话，他们就其实跟着你那个故事情节走下去了。你在给他们讲故事？对，我们在跟他们讲故事。他们就那个跟着那个，就像我们看连续剧一样。其实像我也有的时候看了一部连续剧好看的话，我每天那个时候我就必须看。在这现在在苏州有固定的场所吗？演出？有啊，有。苏州有几家固定的那种书场。书场？对，就是每天下午1点半到3点半。你大概1周也好，还是1个月也好，你大概有多少天在演出，在进书场说书？我是1年有150天。150天？对。哦，150天。那你觉得这个观演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现在毕竟无论是戏曲和曲艺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在大环境来讲，我们说整体上不景气，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区域，会显得非常的火爆。那么你觉得评弹在你的那个范围里，在你的场子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上座率、观众的反应？我觉得现在的长篇，我觉得观众还是有的。像一般现在那个社区啊，开出那种小型的那种，就是为那个当地的老百姓谋点福利啊那种，就是表演。我觉得观众应该是很多的。而且现在有好多
评弹的那个剧场专门演长篇的。还有好多那个开出来的茶楼啊什么的那种，里边也有评弹，包括园林。就是说在宣传我们评弹，因为毕竟我们评弹就是那个因为方言问题嘛。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有局限性。对。就在那个地方打不出去，走不出去。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很关心。就怕那个剧种慢慢的就萎缩了。所以呢，就开辟好多场地在演出。我觉得现在看下来那种。包括剧场啊、社区、茶楼，生意都是蛮好的。在这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是这种小桥流水般的温婉的评弹的特质影响了鉴真的性格，还是鉴真的性格影响了评弹艺术？其实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唱那个评弹，我就感觉自己我形象上比较合适，但我性格还是不是很适合。其实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挺适合的，外人看觉得很适合的。就像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用功的学生。那是因为条件好，一般的条件好的演员和学生都不大用功。也不是，那当时去报考一些学校以后，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就是我是完成任务一个功课，每天要做的必须要做的。然后进剧团以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是我的工作。就像我们每个学生毕业以后，步入各个行当一样。我是唱评弹的，这是我的工作，我生活的来源。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我说的不对，但是经过那个工作以后10年，然后各种各样的赛事，到金榜赛事以后，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要求慢慢在高了。然后经过办自己这个专场的话，我现在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演员啊，应该为评弹做点事情，哪怕做不到，应该努力一点去做。就是以前我真的是，白老师，您说影响评弹，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一个演员，就是。我理解，因为你很温婉，甚至有些含蓄，有些内敛，不想抛头露面。但是演员以及评弹演员的这样一个角色，又必须要让你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跟自己很打架，心里很纠结。对，有时候在舞台上，有的那种有时候有的角色，我都实际上我有时候会拒绝，我不会去演。我跟你讲，鉴真，跟你有一样特质的人大有人在，包括你刚才讲到的你喜欢的京剧演员张火丁。他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他几乎没有朋友的，把自己包裹起来，但是一到台上，光芒四射。这可能也是一种反差，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积淀积累，到了舞台上就爆发了。对，愿意演绎别人的人生。有时候我真的到了舞台上的话，我会忘我。对。所以我在想，评弹的旋律大多飘荡在小桥流水般的苏州园林当中。其实这种韵味是非常独特的，我相信里面也承载了很多文人的情怀。我读到了一段文字，苏州的一位作家写的，他说外地的朋友来苏州啊，要听一听苏州评弹。我总是领着他们去鉴真经常去的一些书场去啊。我的同事说外地人又听不懂苏州话，意思一下随便找谁听一听就可以了。而我要说，你要约亲朋好友吃饭，你会到快餐店去吗？所以你总是要找最好的饭店，点点最有个性的苏帮菜来招待客人。客人吃的其实不是菜了，他们品味的是一方水土和风土人情。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由衷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碰触到评弹的美好，多听一听张鉴真的评弹，也能够享受到这别具一格的吴侬软语。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祝福评弹金榜女状元张鉴真，也祝福评弹艺术。
我觉着蛮视觉的。从不能从文化水呀，因为我听你讲闲话听得出，你平常经常是看书的，听得出的。哎，文化水养方面你还蛮注意。那么这个艺术浪向呢，觉着你还是蛮向上，不去学搿种庸俗的物事。那像你搿种活龙海，也可以庸俗的物事，都是花枪杀也可以啊的。但是你不给，你还是蛮珍贵，人真棒，觉着。那么从感情讲起来呢，也蛮好，形象呢蛮清水，这个蛮这个性格呢方面呢蛮温柔。蛮有内涵的，我觉着搿张建生，一般有的那蛮多的平台叫做女学生啦，像你这样的那个素质啦不多，所以那我觉着你是还可以有很大的体感。前生归，代代相见，素玉美。没法扎成为八字风景。与君呢
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观众朋友，如果说园林是苏州的视觉名片，那么评弹应该说是苏州的声音名片了。评弹的甜糯优美，其实跟苏州的小桥流水一样，别致精巧。它虽然秀气，但是我发现它非常的有表现力，跟戏曲一样，它同样可以将七侠五义、三国、水浒以及才子佳人的历史传奇一一铺展。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有着评弹金榜女状元美誉的青年演员张建珍。建珍，我发现这个评弹的唱腔特别有意思，他特别强调最后一个字，也就是说，在每一句的倒数第二个字呢，大都有很长的顿挫，最后再唱出最后一个字，这是评弹的特色吗？对，我们评弹就是一句唱词的话，就是每一句应该是有7个字。我们的前辈传下来的是那个唱腔的那个设计上，就是7个字当中，他不会每个字都去把它做腔。对对，就是必须有一个重头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最后一个字啊，或者也有可能是前面第2个字。那个是不一定，没有一定的格式的。就是看你的那个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字正腔圆。咱们也讲究字正腔圆。对，我们绝对是讲那个字正腔圆，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平仄。平仄。对，我们那个平声上我们是可以行腔的，那个这声。平腔上行腔。对，这声我们基本上不大允许那个行腔。跟戏曲上有一点两样。戏曲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它这声也可以把那个腔唱下来，但是在我们评弹上。一般不会这么唱。最后一个字也是，最后一个字就是我们也特别干净唱起来，而且就是它不会再去行腔，就是很利落的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字，都是差不多都这样。获得这样的一个评弹金榜女状元，其实我觉得一定付出了建珍很多年的一种积累。大概唱评弹唱了多少年了？10几年。10几年。对。那个评弹金榜那个比赛，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应该说真的是很幸运，因为那次比赛它是有年龄段的。我开始以为我是肯定要揽在那个年龄段外了。因为他是30几岁嘛。最后那个年份上一看，我还有半年。我就是早。就说你还符合参赛的那个年龄段。就是早出生了半年。所以还是那个要参赛。那个一次其实。08年。08年，对，08年，我经过初赛，还复赛，还半决赛，最后是那个总决赛嘛。其实那个金榜比赛是我们在评弹界很少，第一届那个是，一般就是我们比赛就是一场就过了，不像这么繁琐的，就是要分4个阶段，所以我在那个复赛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真的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就想得第一。不是，因为参赛演员当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其实也不大，因为年龄我是揽在最后一个。你的意思就是说，您看看，我就打了个擦边球，就差一点就超这个人家比赛的这个年龄了。我作为一个大姐，对，假如名次不好的话，觉得你是有这样的顾虑吗？那肯定有，因为在台上演出，我觉得，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如果我演得好，那个好多人会对。明月披风，飞离远。
你知道那个最后一场，我那个才艺，我唱昆曲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台上不要跌倒了。为什么呀？我从没唱过，他们一定要才艺表演，所以就去学了一段。哎，跟谁学的？跟了我那个苏昆剧团一个传戏所的一个老师学的。唱了以后，最后一场演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啊，总算松了一口气。我结束。当要宣布最后结果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从复赛的时候想退赛，到被大伙推着走进了决赛，决赛完了以后公布结果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就无所谓了。无所谓，应该差不多就这，因为到那个半决赛的时候，名次其实已经差不多分数都出来了嘛。到最后其实也蛮放松的，就是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通过这次比赛，其实被很多的演出商和很多院团的领导都看中了啊。其中就包括在上海，做剧场和市场的一个人叫徐佩林先生啊。他非常看好你，他觉得你在评弹界，在评弹爱好者当中非常的有市场，所以他在今年的年初在上海给你策划了你个人的一个艺术展示的专场，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上海你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并且是纯市场运作、纯卖票，那么多人来捧场，其实这个我也没想过，也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其实那个1月8号那场演出，我是金榜比赛以后，第一场大型的演出吗？不是，不是，他们就提出来要帮我们要搞专场，对，要搞专场，2年了，其实，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够格，我就是，对自己的艺术吧，我觉得专业上，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办专场的那个地步，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后来2年当中，他们就经常的来提醒我，说差不多你这个年龄段，应该给自己一个小节，然后那么，也就推着上了。其实你知道，真就是你在台上的那样的一种舞台呈现，让很多无论是专家还是观众，对你的感觉，其实你是个特别有台缘的演员。首先穿上旗袍，特古典，特仕女。特漂亮，所以大家就看你的第一眼，就马上就接受了你。这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所谓的台缘嘛。我觉得其实就像我这样那个长相啊，还有我的嗓音条件，可能是比较好听一点，音色比较好一点。就是比较适合干评弹这个工作吧。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对，其他的那个，那你应该比他们多几年的那个实践经验，应该好的。对，如果你演得不好，那我觉得就是你在观众心目当中那个期望值就太低了。他们本来觉得你应该还可以唱弹，但是这么就是比赛下来觉得，哎呀。这么不尽人意那种，我是有这种压力。后来还有那个种种情况，还有那个原因吧。我向他们提那个。你不会说要退赛吧？退赛，真的。我向组委会某位领导提出我要退赛的。08年的时候你还想退赛呢？对，这是我没听说过的。我复赛以后我是打电话给那个主办方的，打给一个领导的。人家怎么说？人说是不可能的呀。他不可能的，就是他说你怎么能复赛就退出那怎么办呢？而且你压力太大。我真的是压力大，不是我太要好，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我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在那个整台演出上，我的年龄是最小的一个，我可能什么都不怕。我本来呀，我理解的，我了解的鉴真，我总觉得是一个不争不抢往后退的那么一人。结果你今天的感觉好像是，其实你骨子里还是想得第一的。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吗？第一倒真的没有，只是我就想我去参赛了，我不要给人的感觉就是跟以前对我的那种蛮好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我理解，就跟现在很多成名的歌手一样，不愿意参加大奖赛是一个道理。觉得我已经有了我的江湖地位了，我再通过一个比赛，觉得他还不如谁，你觉得其实还是个面子。他们往往会比较，这个是肯定的。在舞台上，因为就一场比赛有10个演员，对，那肯定是有比较的。
这种场合，你想退出？我想退出。后来呢，他们也不允许。于是就这么推着你往前走，往前走，终于如愿以偿了。自己的那个本嗓去演出，所以也借鉴一点像昆曲啊、京剧，他们的发声特别好，我觉得是一点都不会去影响你的嗓子。我看我特别注意这一点。你觉得在戏曲界，你喜欢哪几个演员的表演？戏曲界啊，昆曲嘛，应该说那个像张继谦老师，张继谦老师。京剧的话，其实我个人蛮喜欢听那个花脸的那种。哦，花脸。对，男生花脸。我想女生的话，我喜欢听那个张火丁老师的。哦，张火丁程派。对，我特别，他声音厚厚的，特别好听。哎呦，这特别好听。哦，你看，我没想到你还喜欢花脸。对对对，这是很大的反差。那个说到戏曲呢，它注重唱念做打，所以一般的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的戏里呢，大都是有多个角色和人物完成的。但是咱们评弹不一样，2个小时下来，可能就是1-2个人，就1-2个人，并且呢，要变换不同的角色。对对对，生旦净末丑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累吗？不累。所以说，我们苏州评弹的特点就是通俗一点就是跳进跳出的，人物就跳进跳出的。就一会儿就是第1人称的，一会儿也可以第3人称，就是一会儿就是你评弹演员本人在评论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跳入角色当中，你就让观众感觉你就是身临其境，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已经出来了。那就是说，作为演员的基本训练，模仿能力必须要强。对，这个是。你总得装龙像龙，装虎像虎的。对对对对对，这个跳进跳出，这是我们评弹的最大的特点。是的，是的。一曲风相随，寒风起，东西两
神仙，放去心，不计举神的举神的。唱得好哈，唱得好，唱下去。是。实在是真能行，修天狗用石洞放心啦，名家神师妹，心下里那是走心。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优秀，就拿这个专场演出吧。我就是其实也不是那个专场，我觉得是一个汇报。我那天在那个对结束，我也说是向观众一个汇报。这个10年当中我的积累的这些小的作品，我就大家汇报一下。其实那个专场下来以后，其实也有好多的争议。什么争议？就是对我那个专业上的啊，比如。后来真的是很多专业啊。其实当时结束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蛮好的，有的发信息给我，好多观众那个写信给我什么的，但是后来网上出现争议了，就是有2帮人嘛。什么人？你跟我说什么2帮意见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是可能也有那种网友啊什么去看演出的，说什么？他们觉得一帮就是特别欣赏我那个演出风格但是还有一帮对我的专业上那个提出质疑。其实开始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看见那个网上写你好的时候，那肯定是很开心的。说不好这也很正常。对，绝对正常。这很正常。其实有朋友提醒我的时候，我去打开网页，我去看了一下。一般平时我不去关注那个东西，我就特意去看了一下。其实我仔细看了那些对我有非议的那个网友的那个写的文章啊，我很认真的去看了，真的是特别认真。有几篇文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其实他们写的，有的争议是我身上是有这样一个缺点。还有的呢，我就仔细去分析他那个写的内容，其实到最后，我还是感觉他们是对我的关注，还有对评弹的关注。其实是我的这场演出吧，就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是好事。对啊，像评弹这个古老的艺术，因为好多人都说觉得它走下坡路了，已经好像那个在萎缩了，演员也少了，观众也少。但是这一次演出，就是人应该说还可以满，剧场里应该是对全满。假如说你的专场办完以后，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那可能是一个演员的悲哀。其实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静以后，在上海，其实说好说坏，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后来我也分析的，太正常不过。他们提出非议的，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些观众对我们这个青年演员的那个期望值太高了。他们总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出吧，去跟老一辈的那个艺术家去比。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专业水平去演绎那个老一辈的那种经典的东西，他们在他们的感觉上肯定是
哎呀，就是相差太远了，就是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也是他们对评弹的那种太挚爱了。对我们年轻演员，就是我觉得，因为时代变了，可能。你知道建真，我在现场也说，这也是我到哪儿都说的一个观点。我就怕观众做这样的比较，学生像不像老师？学生比老师怎么样？学生是不是超过老师？我觉得不是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高级的一个评判，谁跟谁都不会一样。真的是。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一样，是的。怎么可能像呢？再一个，大师们不早就讲了，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啊。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理解的去唱。所以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去管它了。再说说你的声腔上，我相信建真一定也是一个经常看戏的人。对，经常看戏。对。那么从京剧也好，昆曲也好，刚才你说到了才艺展示唱的昆曲。从他们的表演当中吸取了一点什么？我最喜欢最想看到他们的就是像昆曲，我喜欢看他们表演。对，眼神特别漂亮。而昆曲跟京剧，我就喜欢听他们的那个发声方法，我们学习他的发声方法。因为我们评弹是用苏州方言演唱嘛，所以那个语言上的那个局限性，所以我们的咬字吐字特别扁。是的，都特别对，特别扁，嗲嗲的那种感觉。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经常性的这样唱的话，有时候用嗓不当，就会把那个嗓子唱坏。有时候就是。